花，感情总是行同齐。怎样爱才会讲白？怎样分才会相识？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恁送我的花，感谢恁所讲的话，无论情我深爱我深，总是伤害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这段路，亲像星伴月。孤单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。无论心外酸，风外酸，感谢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过？莫问遐尼多，予你的一切。不愿收回，甘愿受罪。若讲痴情，阮是世间的最后一个。阮若知影讲吼，阿玉甲阿丁啊吼是为着凊彩才未倒转来吼，啊以后是假，啊伊毋知要安怎。要安怎？一定真伤心。迄不但敢若伤心哦，搁说咧吼，我惊讲阿母啊，我着忍受这个打击，想袂开会去自杀咯。哎，母啊，这个，你搁咧讲什么？我有财产，所以阿丁甲阿玉才要叫我转来，为着钱，才要诱惑我，啊？是安怎？讲啊！是安尼啦，还有母啊，袂记遮济啦，还有母啊，嘿，莫生气啦，是安尼啦，你不听人咧讲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因两个知影吼，阿母你踮咧厝吼是一个财务，因才甲你请转来，甲你友好。对，安尼对啦。安尼，对啦。我看阿玉甲阿丁安尼伫烧钱咧友好啊，我就感觉真假，一定无真心的啦。对啦，母啊。哎呦，母啊，你著莫胡白想，啊，因两个即马吼要甲你防胎，较赢吼，伊毋甲你防胎咧，对毋对？啊，伊两个人去倒呀？一个吼就去北港妈祖庙啦，一个吼伫咱隔壁庄太师爷庙遐吼咧求迄个。为什么？哎呀，求。无啦，哎呦，母啊，讲去求你吼，会当咧身体健康吼，食120岁啦。对唔对？对啦，莫胡白想啦。母啊，你坐。你若唔相信哦，连伊两个转来吼，你再甲问吼，咱就知影啦。对啦。阿母哦，我即马我甲大兄吼，要来去甲这个哦，你阿弟先生哦，甲阿妹小姐哦，要来甲谢谢多谢咧。这好，这应该啦。好啦。因为啦吼，家有帮忙真济，斗下就真济，应该甲伊说谢。好，母啊，我要来去。你来去嘿。许愿甲妈妈吼，今年甲家甲因爸都袂乱啦。啊，你请伊转来吼，拢唔转来呢？我看吼，若是无，母也是袂转来。你是安怎讨厌呢？逐摆就讲即句，我都甲你讲过啊，妈妈年岁遐尼大吼，袂生啊。袂生，到时你拼袂赢哟。你讲，我甲你拍，你大家拢咧讲。好，莫讲啦。哎对，啊，倒咱转来时阵吼，高丽院长讲土地代志既然解决啦，叫咱紧动工去高丽院啦。啊，这设计图吼，阮2工仔就要赶出来呢。对，莫定定拢想迄无正经的代志，正事较要紧。正事较要紧。你真是啊，阿麦小姐。是恁2位哦。我甲你遮咧讲吼，有闲要去看恁妈妈咧，爱这件好无？歹啊。歹，是安那？是毋是迄两个新妇旧镜头佫举起来啊？有镜头是无举起来，啊，毋过哦，最近定定去庙里遐求神问佛安尼哈。求神问佛，哎是要创啊？我跟你讲吼，代志是安尼啦吼。所以讲吼，我讲阿兄吼，两个人咧烦恼啦。万不能吼，这个家规若叫用撞破的吼，阮阿母家都无法度承受着这个打击吼，家佫走去自杀。自杀？袂啦，哎，若
嘛找无加讲啊。不一定呢，讲完的有讲呢。若要甲伊吼硬甲水火啊杀水堆吼，伊就要去找迄两个新妇，事实讲互因听。放心啦，啊加讲讲吼，因为着面子，一定会约到水花啊，所以水花吼，你甲讲完杀做堆啦。我袂放心。阿妹啊，我看吼，你紧去看一下情形，来安怎？讲完嘞，讲，还有卖吵，精彩。一天到晚看电视，无管咧一箍推推，气来了。最后咧，我拄则去台北吼，专工啊买礼物，等下要送伊呢。爸，水飞，讲完，阿爸咧，有一个查某打电话予伊，伊出去啊。啊！我看害溜溜哦，伊一定是去阿公店地点啊泡妹妹啦。有够害的呢！啊，毋赶紧甲咱两个代志吼，应该够决的。咱两个人的代志哦，啊！杀做堆啦！你看我规身躯揪筋，我会昏倒。水花啊！你别在下面杀这堆啦！哎呦，奇怪，关你啥物代志啊？啊对，因为我爱你啊！你哦，无路用啦，风流鬼，爱情不专，见一个爱一个。无啦，无你玩酒抓好无？我保证后摆啊，绝对袂搁风流，袂搁爱情不专，袂搁吼。听这啊啦，哼！还是阮讲完吼，较好啦。讲完呢，讲完。吼，真正我气死！我连这个戆讲完都不如哦。讲完呢，讲完。你太惊啦！来啦来啦！你唔通我来。讲完。水花啊！水花啊！哎呦！为了民主啊，你一定要给我啊！对。啥？你是为着民主才爱我？对啊，无啦，不是啊。我意思是讲吼，我对你的爱是真心的啦。啊，你来看，我对台北吼，甲你炸礼物，你看，旋石的手指，你送来互你呢。你免想讲吼，你用这点小礼物吼，就会当骗我啦。无啦，这，好，你若唔相信哦，无你对我来，行。你是要叫我安怎啦？你讲，水花啊，你啥啦？无啦，水花啊，伊唔相信讲吼，我对伊的爱是真心真意的吼，所以吼，我才要带伊太祖爷迄边来就抓，行。讲嘛，我加讲吼，对个水花啊，那就来真的咧。若讲唔是真的哦，水花就要甲我杀做对，我会惊死。你看我即摆规身躯啊，搁皮皮抓啦。太祖爷讲啊，新妇吼是阿玉啊啦，我专登来遮吼要拜托你，你着叫迄个周先生哦，赶紧来去阮兜啦。假使讲我若是分着财产吼，我一定三心九力来给你答谢哦。无，一直开机讲，煞来吼，搁做一个月歌戏来答谢你的大恩大德啊！拜托诶！水花啊，你爱相信我，若无吼，我就算你听无。哎呀，创啥？哎呀，迄个。你真正互伊出现伫我面头前，多谢啦，多谢啦，多谢啦！你看敢若面熟哦？哎呦，你哪会这无偷性啦？咱才几工仔无见面尔，你将我放袂记的哦？哦，无，我袂记啊！我知啊，你一定是我较早的女朋友丽娇对无？
无法度，人太缘投呢吼，女朋友收钱啊，规个拢煞三个无啥少做袂记一。所以哦，飞啊，听我讲啦。讲啥？讲查囡仔要找你，就爱来太子爷庙求神是无？无法度啊，人太缘投哦。无啦，我意思是讲吼，我慢。你莫好叫啦，我要来个追飞啊啦！哦，你讲迄个小姐哦，恁女朋友咩？看无清楚呢。对啦，伊吼误会咱两个，你搞叫条咧创啥？你到底啥物人啊？哎呦，我就水无因某阿强啊。水无因某阿强啊？对啊，迄天无，你著摕阮大官啊，寄恁老爸一寡金银珠宝，去阮兜要害阮大家外下。哦，对，是你啊？对啦，邱先生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已经将阮大家啊请倒转去啊，所以讲咧，即摆请你将遐金银珠宝摕去阮兜，害啦。我给你摕呀。免啊！什么变？我无看到遐金银珠宝，我要来放心的对无？好，来。你妈你搞叫啦？安尼人会误会呢，而且哦。这是袂好呢，安尼叫过来歹看啦。你也看啦，太子爷你甲你认呢？哎呀，太子爷讲，歹势，你来原谅我，我毋是条过爷吼，而且我真多谢你啦。哎呦，就这是，你莫卖走，小等我一下对无吼？吹我！无啦，我是甲你弄着尔啦。弄着呀，即马互你整呀，假条假呀，哈，怎么会叫了啦？你讲误会，我讲哦，你这个车长卖花拄着，你讲花拄着，你就真死啦！歹势啊！我嘴巴到这歹，大好歹。讲啥话啊？就真是。哎呦，你都要咱搞咧做咩？我跟你讲哦，咱即摆拢卖走啊，回去来恁兜摕珠宝呀。无安尼啦，规甲你讲实在话好啊啦。其实吼，根本无啥物钱财珠宝代志啦。你即摆咧讲啥？恁大家因翁死的时阵吼，无拜到啥物钱财珠宝吼，叫阮交恁大家啦，这全部咱骗你的啦。你骗阮呢？嘿啦。哎呀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唔通想讲我是三岁囡仔真好骗啊？我来啊，是唔是阿弟来小查某，互你什么好处？互你抽空米相，你要将所有珠宝拢互伊？无安尼啦，我就抓互你听啦。我过来去太子爷庙吼，就抓就当抓，迄珠宝之类是拢是假的啦。目的吼是讲阿弟啊想这个办法，要假死恁这两不老新妇啦。啊？要假死我甲阿弟啊？对啊。恁这两个不好新妇啊，安尼对恁大家安尼忤逆，对伊不好，还安尼离家出走，甚至再去跳楼，所以吼。所以你着管营养师管对阮头壳顶来咩？拜托的哦，这哪是管营养师啊？这叫做主持正义啊！阮吼要互恁两个去做新妇的哦，了解讲友好大家吼是做人新妇上基本的条件啦。希望恁两个吼改过自新啦。你太啦！吼，你将两个当作搞咧比较人哟！害我想讲，阮大家真正有啥物珠宝，要掉遐尔济空间。少先生，我即马吼有一件代志要讲互你理解，你
你啊嫌你啊好，你啊就恰到屁啦！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苦愁。就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。对，我唱。哦，我你是哦，这不唱哦，这做啥？去他唱的啊！你啥变啊呢？我真正这点仔差点喘起来。是主遐甲你拍哦？唔是啦，就我去当着迄个越南五万元的新妇阿杰我有无？伊逼我甲伊全部金钱全部拢交出来啊！所以我不得已就规个真相拢甲讲啊。是啥？你甲咱教死因的办法拢甲讲啊？哎呀，代志大条啦！迄两个好爸母吼，若知影真相吼，一定佫继续恶意越南嘛。我知啊，知你讲？都知啊。爱啥？我咧讲哦，越南嘛吼，若佫叫迄两个好爸母逼甲去自杀吼，拢你的责任哦。母啊，这是新仔鸡呢，足补的，你紧食，吼。咱小紧食。母啊，你一定足忝的吼，给你掠掠的吼。母啊，你是安那？无啦，我看你这位新妇哦，安尼伫咧友好风待我，我使讲我足安慰的。母啊，这吼拢是做新妇哦上基本的啦。后摆我买生囝娶新妇啊，后摆我的新妇嘛安尼对待我。阿珍啊，你用安尼想吼，我是足欢喜哦。哼，等遐个钱吼，互我摕到手，我就无要插。母啊，我甲你讲，今仔日吼天还袂光吼，我就去到北港的妈祖庙求神明保庇吼，保庇你的吼身体健康，会用食大利。哎呦，我这个乖媳妇，多谢你哈。哎呦，这啥物多谢？来，我甲你请吼。哎呦，母啊，那我今仔日有去抽签呢，迄庙公甲我讲，迄签诗顶面是写讲，迄个姓周的先生吼，佮过无几工，就会将遐金钱甲珠宝拢摕来交你呢。金钱珠宝。是。母啊，你要哪甲我垫钱啦？这太少，紧食。现在吼，下晡我再带你来外口踅踅，给你买几束新衫，吼，来，紧食吼。阿玉啊，是安怎啦？是安怎？哪有为了你啦？我是安怎呢？母啊，莫插伊啦，迄个人吼心境破破，伊若想要笑就笑，笑查某。来，咱离开。你干嘛笑查某？即马是安那？你对母啊这种态度真不好呢。妈，你潇洒哦，算对你客气啊！你更下不定保佑你去死！有才调你甲我答来，绝对互你迄支骹哦，剁到两过。恁啊，无是我是啥物代志啦哈？哎呀，今日大媳妇嘛吼，对你嘛足友好的啦。我看规矩吼，这世人你著食伊的、住伊的、用伊的。哎哟，我看你著唔通过来阮这边。母啊，食我的，住我的，即马是安那？你看到目空赤？目空赤，免来的咧，我欢喜著袂赴咧。啊，无你是咧安怎？母啊，你看，迄当初时哦，讲到我尔好听，讲要带你转来，互你过好日子，要友好你。但你看，即马这个查某骨骹跣出来。唉，希望你后摆吼是唔通后悔哦。我是袂后悔，我唔像你个。啊，安尼上好啦哈。阿珍，我甲你讲，
你若想讲要假友好吼，得到遐金银珠宝吼，你根本是咧做梦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郁。做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。我甲你讲，你若想讲要假友好吼，得到遐金银珠宝吼，你根本是咧做梦。迄个人根本就是你爱的派啦，哪有什么金银珠宝？伊最主要目的哦，是咱爱咱将水无因老母，就接倒转来，为了一个友好，你听有无？到底是安怎？母啊，阿爸要过身之前，有将一笔足大笔的钱，甲珠宝寄伫一个姓石的朋友遐。这件代志你敢唔知影？有啊，根本我嘛无一个讲姓石的朋友。等你大官吼，嘛无可能讲将一寡钱去寄别个所在。等咱家产，我都拢分到恁两个兄弟仔去啊。为我家己手头吼，连一仙五厘嘛无啊。原来真正是迄个叫李阿德个咧变的摆。好啊，我绝对袂放线。无阿丁啊，莫搁叫啦！这个月吼，你食水无因的啊，过一边啦。想啊加想啊加，想啊偌贵，你知无？无菜人去。我以为讲恁是真心地的友好，原来你就是拢为了钱哦。爱你爱甲阮的心加归球，等你等敢唔敢记太阳球？别人敢有可能亲像像我温柔可爱的模样，像我情深意重牵你的手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郁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，从今放阮的爱真自由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郁愁。雄雄